今日咧推薦俾大家嘅呢一間咧，就係喺福田口岸附近嘅一間 SPA 館啊。佢哋呢度咧開冇幾耐，所以而家咧有超級優惠嘅活動喎。我哋一齊上去了解下。有足疗啊，還有精油 SPA 呀，還有頭療啊，還有 SPA。這個會員價之後呢，在這個會員價的基礎上再密幾個時間。呢度嘅裝修咧好精緻啊，一共係有2層，上下加起身咧差唔多係有40間房啊。我哋而家咧就去參觀下啲房間。呢個4人間，個空間真係好大啊！你哋個梳化好舒服啊，好腍啊！可以一邊喺度做足療，一邊或者係選擇按摩，然之後仲可以一邊喺度睇電視。呢度仲有3人間嘅房間。除咗足療房咧，都有 SPA 房，做項目啊都係免小費噶。除咗足療、頭療，仲可以做埋呢個身體嘅精油 SPA。做 SPA 之前咧，會先過嚟揀精油。這款的話是檸檬草、迷迭香、清肺理氣、補水保濕。這款的話是白檀茉莉、腎臟排毒、培元養心。女士，請問你需要選擇哪一款呢？這裡一共是有多少款精油可以看？我們這邊是5款精油，你可以根據它的功效和它的香味進行選擇一款。呢一個而家係做緊頭皮按摩，係咪？放鬆下頭部。咁一般要按幾耐啊？頭啦係按嘅8分鐘，然後煲煎放嘅5分鐘，一個按摩器嘅5分鐘。哦，咁呢個成個頭療過程係幾耐？60嘅、80嘅都有㗎。哦，我好似係我今日揀嘅80嘅。哦，放鬆下。按頭真係好舒服啊！我已經 feel 到啲筋，真係啱。每天都出埋嘅。哇，好大藥材味喎！你試下呢個水哦。啱嘅，唔會太熱。呢陣熱就同我講返。好啊。呢度仲可以一邊睇電影，你可以揀呢個。做完項目之後啊，記得過嚟食埋個簡餐喎。呢度嘅出品真係超級好味，每個星期仲會轉餐牌添，有糖水啦、餃子、河粉同埋麵啊，仲有小食同埋其他甜品。1樓啊，仲有自助嘅飲料櫃，
呢間店啊，星期5、6日呢經常都爆棚。如果過嚟嘅話，記得提前預約啊！消費項目仲可以包過夜添。